外面的死窝都快3位演员了，你们每 NG 一次，我就会减少6分钟的寿命。别 keep 不要，我不跳。姚张国命大演出，你倒是蛮自在的男演员。我没有看前面，直接看这一段，我以为等一下拍爱情动作片。你是反抗也要受到制裁啊？对不对？知道为什么我也要跟你一起裁？在吊的心里，我是还好啦，但是君柔哥他觉得厌世，真的很怕高。我也没有在 care 男性的面子，我就怕高啊。好像是高层，这样应该是你要拍他，不拍。还能够那么镇定，这很厉害。要是我已经脚抖到不行了啊！走过去，走过去，对，左脚出不去。我幸灾乐祸，因为我是刘家人。你可以表现趴一点嘛，等下我比较不会那么丢脸。看不出来啊，我刚看你这样子，我觉得已经心跳200了。就要是强颜欢笑6块，我没呀。主要是要信任那个专业人员，如果不信任的话，其实还是会紧张。还有我们这个不是掉在那边。OK 啊，脱肛我来讲。有没有就很像做那个举办，也是大怒神，觉得属西部好像痒痒，膀胱有些无力。我等一下下去，有在哪了？我超怕高的，基本上超过3楼对我来说都已经太。你现在在交接的意思啊？你是抓交替还是什么交接？我怎么觉得你在抓交替啊？王文新都做得到，不代表他做得到。现在就是有人不想面对事实，然后所以一直在说，谁也要掉，你要不要掉？你要不要掉？你要不要掉？一起掉啊！大家一起嘛，大家一起下去啊！这样。这种事情不是应该让新人来做吗？张庭呢？佑真呢？国际为什么不会啊？不会的，我还是会怕，好不好？手说好了。好，阿钱，吊车这边就没有了，就没有，没有了啊！终于，就等这一刻。大哥很温柔的对待我，他今天手都没有离开我的手，不信可以看重播画面。他要跟一个陌生男子握手。这是他们家传来的。故事还没完哦。前面这根柱子，下面这个，没有看到。因为我们真的甩。来啊，看谁甩得快，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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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现在一大早呢，我们要拍一场非常难拍的，应该算动作戏吧。你先从上面 take 一下，你看有多高？你知道看到这个代表叫什么吗？就是要吊威亚。你往下拍。不止我要吊，你要不要吊？我不用啊，你不用吊，我是来看戏的。文心要吊，文心要吊，然后呢，培培也要吊。培培不用吊了，你不用吊，为什么？好啦，反正呢，给大家看看这场威亚戏到底有多困难。舅哥，我们穿威亚衣哦。我的脚发软，这个又穿那个。你裤子分下方便啊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还有一件，不用脱掉，不用脱掉，不用脱掉。还蛮要先。我好紧张啊！哦，我瞧你还是跟过来。黄文兴都做得到，不代表我做得到。我现在最讨厌跟黄文兴哦，就表现的一点都不害怕的样子。我害我等一下一定会很丢脸。没有啦，我觉得我真的很害怕。谁叫我们要当演员？就是演员我也跟不住啊，就加水有没有？你有受伤啊？更显得出两个干嘛？吊偶机上的那个是太高了啦。
来，谢谢记录。啊，等一下拉紧一点啊！等一下，希望大家要顾着我的小命，看在饮料的份上。好，你们辛苦了，先来喝，先来喝饮料。谢谢 Gino 哥的饮料。不会，就是大家真的很辛苦，因为我们从早上晒太阳晒到现在，然后就是在贿赂了，请好好保护我。可以推了吗？还没有，我没那么快。哇！哎，你胆子蛮大哎！哇，有神快拜。哎，再往后2步，你敢吗？买了。你很认真的，你的个性，太容易认真了。我找一个来，这个一个过来。来5、4、3、2，放，多，先看好哥的，先看好哥的。奇怪，肾上腺素怎么都起不来？我有这种肾上腺素起来会没那么累，好累啊！好，画面够了。你的没有结束，只有结束。所以大哥，我等一下全身重量只有这一根支撑着。对，这根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你要做实验。你买啊，没来，不是有喝我的饮料？抽一下啦。可以啊，来那个谁接得下来？不用接流啊，坐着。不，坐着啊。哎，你刚刚管管。对。啊，我有点害怕，你不要让我害怕2个人好不好？我先玩个聊啊。等一下，它是线夹到，是吧？可以啊。高一下，行列就走。入去了，3、2、准备，5、4、3、2。没事，上不去。我也是哭鸡巴波到叮当啊！结局我会让你知道我的感觉。等一下，我交代外面的死活都靠3位演员了。你们每 NG 一次，有点难讲哈。不要少口一次，我就会减少6分钟的收入。那个台词不知道哪里。对啊，好吗？我的台词有点难讲。你到底你会讲这个给我听，哪里难讲？我会听看看。正式来的时候再讲看看。啊，如果不是我们再。没有，你现在先讲，我看哪里难讲，你讲一遍。因为还是要一点文章来。没事，脚出去。你看我们就好，你看我们。左脚出不去。你出去。脚出去。又有把你拨出去。做歌手多好，为什么要拍戏？刚刚拨我脚，我不知道，你是自己的脚。要喝饮料啊，吐出来。哎呦，拉起来就来了啊！等一下，我遮一下伞。我会很想讲后优的啦。哎呦！再放不够多，再放一点，放一点。可以。那个剑断了，快来，可以趴等一下。不自觉含情脉脉，我有感受到爱。其实有，我有感受到。因为看到你的手才叫。你刚刚好啊，感觉我觉得很温暖。不要老手好酸哦。比起我刚刚你的那个。站进来，再松一点，要站进来。OK， 别等差一点嘛，然后我比较不会那么丢人。
看不出来啊。你跟上次我们做。站进来，再松一点，不要站进来。OK， 可以表现趴一点嘛，然后我比较不会那么丢脸。说，看不出来啊，你跟上次我们。你弄错了往那边走，会穿帮啊，拉人穿帮啊，想过那边想过掉吗？可以，好像是有吊着的吗？好 ，OK。这边会不会穿？是不是啊？来，再一个，5、4、3、2。紫禁车店，喂，开始没有啊？太好了，明年除夕特别节目《民视第一发发发》的主秀已经知道是谁了啊！好回事，新对杠 PK。好了，我哪个不要再打了？要打确认你是好吗？导演说拍戏啦！而且没看过人赤脚跳那么开心的。输了人家赤脚，而且不要受伤，我这么嗨，不用减成曲线，人不用进步。文章要掉下去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样的心情？好，来吧。我第一次看人家赤脚跳 Michael， 然后跳完脚都破皮这样。太好了，明年除夕特别节目《民视第一发发发》的主秀已经知道是谁了啊！就是 Gino 哦，新对杠 PK。最新版的不要再打了。对啊，Gino PK 红。对嘛？太好了，明年除夕特别节目《民视第一发发发》的主秀已经知道是谁了啊！就是 Gino PK 红回事，新对杠 PK。最新版的不要再打了。不要再打了，对啊，Gino PK 红回事。会忝嘞。跳动我的神经，种种屈辱犹如雷轰顶，四目交接，我怒吼中间忍耐，总得有个极限和机会，从来不给弱者同情，骨节傲气，霸气背后孤寂，挡不住你我左闪右闪攻击，多凌厉哈！